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今年世界卫生大会5月17日在瑞士举办，注册到5月13为止。咱台湾是连续8档拢无受到邀请，而且中国迄边更呛声讲，无因的同意，台湾都袂使参加。咱卫福部表示，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同款会带团去交流，希望和咱关系较好的国家会当斗出声，为台湾争取到观察员的身份。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要伫5月17日伫瑞士日内瓦举行，13是 WHO 注册日期上尾一天。不过，就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鼓励甲支持，台湾已经连续8年无收到邀请批，中国阁无暗砍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，讲无经过中央政府同意，台湾无权参加，阁批评民进党政府以为无度。外交工作是我国的主权行使，他国无从置喙。参与国际社会是我国身为国际成员的权利，从来不是寄望中国的善意，更无需对岸的同意，也不会在对岸打压下屈服。由邱部长来带着行动团过去日内瓦，就是跟国际社会再表达一下，应该把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，还有WHO观察员的声音。卫福部表示，世卫行动团会伫日内瓦举办2场全球性论坛，继续向世界展现台湾工会贡献。面对中国一直咧打压的动作，南非希望新政府应找到两化新的交流模式。立委时直接表示，台湾会继续展现工会软实力。不管是打压，不管是竞争，不管是这个相关的一个互动，我想都持续。但是怎么样的接球，我想这就是新的政府应该要以新的民意来去跟对岸做交流。我们在场外，我们依旧能够展现台湾医疗健康政策的国家软实力，重要的国际参与，台湾绝对不会缺席。台湾虽然今年依然无受邀请，不过有期 WHO 伫5月17日讨论台湾申请加入世卫观察员的相关的代志。卫福部表示，行动团会提早到日内瓦，甲理念同款的国家进行双边论坛，希望友好国家为台湾加入观察员来发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